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布林在。罗时正选调总统讲要客观推动国政，宣布退出新潮流。也那朱立伦方面对讲爱落台批评，讲要坚持换那也到任期结束。本地今年由台湾主办的 U20 男子排球赛，却被中国打压赛人，但是主办权方取消，改由印尼承办。鸿海集团的经典半导体传出予海客入侵，海客阁公开讨钱要威胁，若无就要泄露客户资料，毁掉公司的机密。总统大选过后，民进党召开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表示会把选举补助款管出去，另外也宣布以来选调总统为了要客观推动国政，提出新潮流运作。党秘书长柯立明也完成阶段性任务，辞职留任。这届总统虽然有选赢，不过立委是减少10席。党内有不少声音认为讲，这失去少年人的选票，还要检讨沟通的方式。国家需要他，他随时要准备再赴战场我们掌声。在总统大选过后，民进党开第1摆的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是感谢所有党部的同仁，全力投入是选赢的关键。秘书长柯立明完成一年阶段性的任务，请时准啊！赖清德嘛宣布把选举补助款管出来，分3个部分内容，包括公益回馈党工，嘛讲因为当选总统退出新潮流。因为更客观了然后去推动国政，也能够团结党内的同志领导这个党，所以我自即日起离开新潮流新潮流的总干事段宜康讲，这是选前就开始在讲的。新系人士讲，因为有真侪人摕这新潮流的标签黑白乱打，派系内部嘛拢有共识，认为卖一直互人安尼杀咧黑白讲。新系行政院副院长戴文灿含立委拢支持。那总统本来就是应该要超越这个派系，它是一个国家团结的象征。也是一个全党团结的象征。这个赖副总统的决定，我想我们都支持。不过，这摆民进党虽然总统选赢，但是立委的席次却失利，一口气就60席。党内真侪声音拢认为讲，少年选票流失是关键，可能无够注意新媒体的影响，应该面对新媒体科技的变化，和少年的活动，导演嘛无应该禁止。科目3的一些舞蹈的部分，我认为这些都不需要去禁，因为禁了也没有用。我认为我们应该去面对，像这个新媒体科技，我们如何也要利用新媒体科技跟我们的年轻朋友有一些互动。已经请示的秘书长柯立明在中常会讲，规个选战要检讨的代志真多，针对少年人的部分，确实是未来要严肃去面对加强，包括对后日头火世代。诺贝伊嘛讲，选后敢要开放抖音的禁令，这对民进党来讲是困难的议题，会引起真大的反弹。看是要采取其他的新媒体，亲像 YT 这新影音来加强。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的这个大选已经结束了，国民党这届的总统是选输，有人爱党主席朱立伦落台负责。不过今仔日伫咧中常会顶头，伊是强调讲，家己会承受，继续带领国民党改革，一直到任期结束。目前国会3党拢无过半，正副院长人选的部分有风声讲，若赢拍算促成韩国瑜加黄国昌组成韩强配。虽然黄国昌表示无兴趣，不过民众党主席郭文德讲是要争拿白合或者是绿白合，这拢不甲话讲互死。2024大选结束，国民党好恐配败选，和北京党主席朱立伦的声音起来。不过第选后头一场中常会，朱立伦强调，家己会继续尽力负责，带领全党进行检讨改革，一直到任期结束。我可以一走了之，毫无眷恋，但是我听到更大的声音，要求我要坚定的留下来，扛下来，不可以一走了之，心痛仇快。检讨的声音我都有听进去，也悉心的接受。我有疑自己努力不够，我相信这些批评跟指教都是为我好的。
回归新北市政工作的侯友宜公告败选，表示是家己无够拍拼。中心阁主持的副手赵少康是化工刷落来3党无过半的立法院应该拿白合。你如果说合作，你加起来有62席，这是很大的力量，在立法院非常重要的。你不过半，你跟5席是一样的啊，没有差别啊。从正副院长开始，建立一个合作的模式。国家传出南亚有意推动韩国路联手吴国昌做韩强配，金山立法院政府议长虽然吴国昌回应无兴趣，也不过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无将会公示。哇，这实在太有趣了！韩国瑜加黄国昌，这实在是，哇，这个画面很难想象。候选人要有政见发表啊，就是说，你希望怎样？所以不急的，还有2个礼拜，给大家思考一下。郭文德指出，想要选议长的人应该表态，感谢认同国会改革的想法，同时也讲唔通将民进党甲新潮流画上等号的讲法。黄介头可能准备立白合，因为国民进党立印度团总调郭建民指出，郭文德的话听听就好，对立法院两头之争表态，民进党一定会推出家己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过后，国际关注台海局势，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强调，确保台海和平，也批评中国这几年来的做法虽然倒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讲，台湾是正重要盟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日本的大方向。也那中国国台办是表示，统一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民进党无代表主流民意。台湾总统大选了后，台海局势受到大家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一时间发声明恭喜，早后接受美国媒体专访。讲到台湾选举结果的时阵，强调美国甲全球其他的国家上较关心的，就是台海的和平稳定，未改变现状，也个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任何意见无同的所在。嘛批评中国最近的做法是让人感觉真反感。I think the approach that they've shown in recent years has actually been totally counterproductive to their interests. By trying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economic pressure, military pressure, diplomatic pressure, isolation, it's only reinforced many of the very people that they don't want to see.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6日在日本东亚电视台节目录影的时阵，嘛头一摆回应台湾选举的结果，强调台湾是有共享价值、真重要的同伴，和平解决针对台湾的各种问题是日本的基本方针，未来嘛袂改变。发言嘛，互看作是展现出对台湾新的政治状态充满期待。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自由、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権、法の支配といった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あります。美国、日本、菲律賓等等幾個國家嘅祝賀，嘛引起中國嘅不滿。中國外交部甲幾個國家提出嚴正交涉。國台辦17早起舉行新年頭一場例行嘅記者會，發言人先講到習近平新年嘅賀詞，伊講只有實現祖國統一，才會當結束兩岸長期政治對立特殊嘅關係。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選舉結果撼動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實。係條媒體關心台灣選舉嘅結果。但美華強調講，民進黨未當代表島內主流嘅民意，嘛幾啊屆講到九二共識甲一個中國嘅原則，強調敢若有安尼，兩岸才會當展開溝通對話。記者綜合報道。亞洲 U20 男子排球錦標賽本地今年喺台灣舉行，不過這亞排連續10個喺臨時線頂理事會議頂頭決議取消台灣嘅主辦權由印尼來辦。咱嘅排球協會表示，這亞排連1個月就通知，1月就通知是中國要求換國家，這半個月時間私底下協商，中國迄邊是溝通無效，表示遺憾。看歐洲排球聯合會官方網站指控制書嘅細定，7月29日7嘅 U20 男排錦標賽地點喺台北，中華排協講1月初接到亞排聯發文講1月15要舉行線頂臨時理事會，其中一個議案就是變更 U20 主辦地點，提出要求嘅是中國排協。中國排球協會呢要求更換場地的原因，主要就是因為事關 U20 世錦賽的資格賽，在台灣他們不方便來台灣出賽，所以要求跟上場地。
白协表示，讲15个临时理事会进前有私底下协商，嘛含中国白协沟通，但拢无效。会议时阵表达采取恶化模式，无拒绝中方的求援，连澳洲白协嘛无法度理解，但是主席直接决议讲，该互印尼来接。我们对于亚排联这样子的决议呢，我们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当然也要接受亚排联的这个决议。不过讲因为属大部驻地事务，敢若会当接受，当场表达遗憾。体育司嘛讲，真正是足无彩。有关中国排协向亚排联表示，赛事在我国举办，中国将因政治因素无法派队参赛，这个是属于他们内部政策的问题，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尤其是历年来在台主办的国际赛事，中国队来台参赛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以及限制。体育界人士指出，讲中国第2017了后，就无派选手来台湾参加比赛，即摆无想要失去抢明年世锦赛门票的机会，表面上是走定输，但实际上是用影响力打压台湾，达到目的的一个例。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的半导体设备厂京鼎精密科技，昨呢是去互海客入侵了后，今下晡也传出 PCB 厂温迪遭受海客攻击。这京鼎精密科技昨互海客入侵，海客搁伫咧网站顶头呛声，讲要摕这要甲因讨这赎金，若唔摕钱来，就要甲客户资料泄露出去，也要毁掉所有资料。京鼎已经发布重大信息，也来回应讲，强调有启动机制和预防作业，初步估计公司是无重大影响。目前调查局立案了后，鸿海17下晡也派人去做笔录，证交所也去到京鼎进行查核。鸿海集团旗下京鼎精密科技作为国内半导体设备大厂，昨日传出海客入侵。网页红记记八大告状，因为伫写着已经偷摕达到5TB内部相关资料，只要京鼎唔付钱，就公开客户的资讯。管理站无要插，搁较呛声会彻底摧毁资料，互员工失业，公司也无存在。交易所也会跟他们公司联系一下，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说明还有后续，因为看起来没有重大影响，所以可能是提醒他们相关治安有没有要再做一些检视啦。上市贵公司互海客攻击，政治局提醒京鼎检视治安防护，证交所17也派人到公司查核相关内控甲治安防护措施。京鼎也发电信正式系统，互海客入侵，专门启动防御机制甲后关作业。初步评估对公司运作无重大影响。那调查局立案调查了后，17下昼，鸿海也派人前往做笔录。这一次精品来说，事实上比较特别，因为通常这种骇客他们要求通常是要赎金嘛，他不是要出名，是搞不好是先谈判，然后谈判破裂之后，他就干脆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公关议题来做操作。海客真大胆公开留言威胁，治安专家讲过去无定看，也毋过京鼎互网讲，也代表治安防护有空旁。除了软硬体升级，也爱强化员工教育训练。虽然京鼎向平面媒体表示已经完成内部资料库清查排除问题，公司美国网页等待恢复，也毋过搁一摆进入京鼎官网，再过这项幽源显示电脑主机错误。记者综合报道。去年5月7日，台中发生吊轨落来撼到台中捷运轨道的事故。台中市政府要甲这建商讨2.6亿的赔偿，不过双方认知是无相共。昨仲裁结果出来了，决定这建商爱赔台中市政府2.2亿。市政府和建商也拢表示尊重结果。去年5月，台中捷运弄到刑事法建案头大吊轨，造成140个伤。台中市交通局甲台中捷运公司讨2.6亿。刑事法昨日发布重大消息，公告仲裁结果，包含机械子公司在内，爱赔予台中市府甲台中捷运公司2.2亿。我们公司会尊重这个仲裁结果来做执行，从2.6亿元把这个仲裁结果依照仲裁结果扣除之后，我们会再收回剩余的金额。台中市府甲台中捷运公司讨2.6亿的赔偿，包含受损等的列车计音像机电系统等费用。仲裁结果认定，刑事法公司坐如应责，要求国际甲员工停行爱赔偿2.2亿。负责仲裁第三方单位中华民国仲裁协会表示，仲裁内容爱保密，无法度公开金额有精彩的原因。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尊重仲裁结果，2.6亿去年已经入手，钱一定会摕到。双方因为都协调不下来嘛，那
只好交由仲裁。那所以对于仲裁结果，那大家都必须接受。那因为对方已经提拨了，那基本上。第一个，这个钱我们一定拿得到，因为这个有要求对方要先提存哈。说落来，台中市府按算扣掉实际赔偿的金额了后，甲剩的钱还给幸福发公司。建商表示，执行事故的本身案件建案，预计1月底摕到使用执照，会伫3到4月时办理交出。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发生这国中生挂颔棍的案件了后，校园安全也引起重视。为了要防止误导入去校园，刑事局今仔日也通报各地头的少年队成立的扫污专责小队，针对着大概扫污行动和帮派活动内面，若发现到未成年的少年囡仔，就会结合校园等单位进行高关怀方式，把这无后的误导抓出来。新北某一间学校爆发挂颔棍案，一名国三学生防插座倒死亡，也互校安问题浮入台面。刑事局17通报各地少年队成立扫污专责小队，无要互帮派组织继续侵入校园，一再渗透吸收未成年。每次警方的扫黑活动以及防治帮派公开活动中发现的未成年少年，借由少年警察队在定期的高关怀访视的过程之中，然后去了解这个少年他背后吸收、招募他的那一只黑手。警方启动搜捕，锁定2大对象，包括参与帮派犯罪少年，甲处理帮派公开活动的孤犯少年，佮透过少年扫污专责小队结合学校、社工、少年调查官等展开高关怀方式，抓出幕后帮派黑手，顺线将人缉捕了后，并且验检中当量刑。包括司法、警政、学校、政府各自负责之外，也能够团队合作。这个我想应该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点。面对警方作为，发生代志的校长持正面态度。不过，这件挂颔棍案已经过20几天，也伫少年法庭无移送检方，校长也伫面册对规个案件发出感想。伊伫面册提起遭遇重大事件，伊的心内情绪复杂艰苦，看到学生家庭一家天伦万岁，若有真悲痛遗憾，敢毋甘？也是心内一直细的艰苦自责。另外，也有民众声援被害同学，将涉案少年图像做成广告看板，对外刊登。挂起哩才1礼拜，17早起已经停落来。广告工会的朋友有来传话说，事务主管单位希望我能够拆除，免得他们要才华。我想我也不是为了怕才华，我讲的不要让公务人员为难。原来刊登广告的周先生无依规定申请许可，接到广告工会通知，新北市府相关单位要求拆除，为着无要互承办人困扰，主动请人拆除，第时间无计划搁刊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炮海国小4颗连灯只有前后门附近有通合步道，有民众骑奥多拜呢，昨下晡行伫咧无通合步道的东陵路，因为遐车是真侪，惊去轰动到这学生囡仔呢，拢挖进墙围仔边行。民众认为讲应该爱开放学校边仔的东陵地下道，互奥多拜通过，安尼省这车路的车就袂遐侪啊。学校也讲要和市政府讨论。囡仔唔敢面对大路，就惊轰弄着。路上的记者一直真紧骑过，民众16下班尖峰时刻，经过台南炮国小边仔的东陵路西段，连续看到囡仔搭伫边行路，这期通合步道规划不好，都应该让机车可以走地下道的。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就一定要把它分开，造成机车会在这附近的小路一直，车流量会变得很大，那没办法透过地下道有效的导流。影片伫面前引起讨论，有网友讲，学校前后门有通合步道，是囡仔家己要行无步道的东陵路。好，近年5月台南重大行人车祸案，李兰查某囡仔父亲有话要讲：恁行通行步道了后，恁住伫伊的隔壁，恁是住伫头前，安尼恁就行到无通行步道的时阵，你跳起来用飞。有爸爸认为报道只设伫前后门无够全面，实际到现场无法度进入东陵地下道的机车。伫学校4号的路段两来两去，路边的红灯，搁挖学校围墙甲徛街，根本就无形成行路的空间。若是囡仔上下课真惊险，大人经过也真惊吓。比其他的大马路会危险很多，没有适当人行道，然后与旁边的距离又很狭窄。会带着孩子
实际在放学的这个过程中呢，来做一个演练，就是怎么样从后门出去，然后走回家这样子的一个步道。那是它的人行步道非常的宽敞，也非常的安全。学校表示，当经路无影响到，会继续做安全教育的宣导，避免家长甲囡仔验到，也会向交通局反映，建议4科位交通监视爱重新规划也是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也门反抗军青年运动，为了要报复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16个再去攻击经过红海的希腊货轮。迄当时货轮顶头挂的是南欧国家马耳他的国旗，要去以色列，却互因的飞弹击到。美军表示讲，顶礼拜伫咧阿拉伯海，甲伊朗准备提供予青年运动的军火砸落来。为着这个行动呢，还有2名美国海豹队成员不幸落海失踪。为了支持加沙，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过去2个多月继续攻击甲以色列有关系的船只。当地16一个传出有挂南欧国家马耳他国旗的希腊籍的货船，为越南要去以色列时，在红海南部海峡距离也门沙利夫港西北边76海里的所在，受到青年运动的飞弹攻击。وجاءت عملية الاستهداف بعد رفض طاقم السفينة النداءات التحذيرية منها الرسائل التحذيرية النارية。青年运动讲，船顶载着大量的飞弹，也毋过英国海上幕僚行動辦公室表示，货船是空船，雖然互飛彈拍到，也毋過24名船員攏平安，而船體損害範圍嘛有限，所以伊願會當開船，因此繼續向目的地行。因為青年運動常常攻擊紅海貨船，美國嘛對此進行新一步的攻擊，摧毀青年運動準備發射的4粒反艦大導飛彈。當時陣嘛宣布在伊佇索馬利亞沿海進行船隻機檢驗的時陣，哪查到伊朗要提供予青年運動的武器零件，包括中程大導飛彈、個反艦巡航飛彈的推進器等等。美國中央司令部發出聲明表示，這是頭一屆哪查到提供予青年運動的軍事物資。分析認定，青年運動就是用同款的武器來攻擊國際船隻甲船員，這個船的14名船員嘛受到拘留，會按照國際法來決定因要去對。也毋過因為那在過程真危險，有美國海豹隊的隊員登船的時陣意外跋落海，另外1名隊員跳海去救援，目前2個人攏下落不明。而 CNN 報道，青年運動常常在紅海對商船發動攻擊，讓國際航運受到影響。美國拜登政府考慮重新把青年運動列作特別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各國資產會受到凍結。公視新聞台是同朋友。法國總統馬克宏拜二正罕見召開全國記者會，宣布一寡新措施，即範圍對規範囡仔看影部的時間、學生穿制服，到增加養阿假的一個薪水。外國媒體是認為講，這馬克宏過5年再開記者會，是為着要挽回伊的支持率。不過，內閣拄改組，新任的教育部長就逼出，把家己的囡仔送去讀私立學校，無去讀公立的，也引起外界議論。經過5年，法國總統馬克宏再度召開全國記者會。La France sera plus forte dans ce monde de bouleversement si nous sommes d'abord plus unis. Si nous réapprenons à partager des valeurs, une culture commune, le sens du respect, dans les salles de classe, dans la rue, dans les transports comme dans les commerces. 這是馬克宏上任到當第3屆定愛的社工召開全國記者會，宣布一寡新措施，範圍有家庭、學校職場治安等，包括要強制學生穿制服、學習法國國歌，計劃規範幼兒使用熒幕的時間，打擊販毒、打擊激進伊斯蘭教，增加幼兒家的薪水等。Je suis convaincu que nous avons tous les atouts pour réussir. Convaincu que nous n'en avons pas fini avec notre histoire de progrès et que nos enfants vivront mieux demain que nous ne vivons aujourd'hui. 雖然馬克宏強調要法國國較進步，頂禮拜嘛因應民意改組內閣，不過新閣員上任隨時引起爭議。新國民教育和青年部長卡舒迪拉紅報講3個囡仔送去讀私立學校，伊在回應的時陣說講，因為私立學校卡手無夠。引起議論，卡舒迪拉事後下失禮，不過民眾無接受，伊為了解決爭議，來校生進前讀的公立學校拜訪老師，結果無受歡迎。Vous voulez continuer, vous allez continuer à exercer votre fonction d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Je suis là pour faire réussir l'école. Merci beaucoup. 馬克宏記者會替卡舒迪拉背會，講伊較袂曉講話，不過是真心下失禮。不過媒體分析。
伊用无爱开记者会，马克宏伫最后一个任期罕见面对媒体，其实是优胜第21个政党国民联盟伫6月欧洲议会选举得胜，甚至伫2027入主安利社乡。第21个马林列平是伫记者会了后批评马克宏破头2点外钟，又完无解决法国人的关键问题。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加拿大政府按算对今年4月开始限制国际学生的招生人数，而且甲因1礼拜工作时数减对半。原因是这招上过侪国际留学生会影响加拿大国内民众因的就业机会。不过，真侪学校也有企业拢强调，这项政策会造成学校经费减少，也有欠工的问题。公共教育部2023年年底公布的资料，2022年的台湾留学生内面，加拿大排第3，而且以学费含带学费来讲，加拿大是英语国家内面 CP 值上悬的第一选择。加拿大移民部嘛讲，2022年拢总有超过80万的国际学生。2022年11月，加拿大甲留学生逐礼拜敢若会当合法做工读生20点钟的限制，放练到40点钟。但这个政策已经影响到加拿大本地民众的工作权益。24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嘛比1当前是增加1%。因为安尼，加拿大移民部部长米勒讲，对今年4月开始会对国际学生的招生人数做出限制，合法做工读生嘛改当来每礼拜20点钟。When people can't work, with that cut in hours going back down, that means less money in students' pockets to spend in the economy. 招收国际学生嘛是真侪学校经费的来源，因为因纳国较悬的学杂费。根据统计，国际学生当年互学校加赚220亿加币，合代票是超过5100亿。那限制国际学生的人数，会互学校的经费减少，嘛会互市场的工作人数规个减少，直接造成餐饮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欠临时工的状况。这个影响看起来是整体的。Represents 4.6% of all of our workers. It's a very important portion of the industry that we want to make sure are still available and want to work for the industry moving forward. 有对泰国来的留学生替国际学生来创立找头路的平台，伊讲缩短工时会互留学生宝贵的工作经验是规个拍折。嘛有真侪留学生烦恼讲新的规定会害因互雇主剥削，因为逐礼拜的工作时间是一定会超过20点钟，但是却无法度得到包括薪水在内有够的保障。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中国今日公布2项重要数据，去年总人口是14.09亿人，比顶一年减少208万人，已经是连续2年拢伫6。另外，去年经济成长虽然有5.2%，有保掉这5%的目标，不过调查显示讲，今年和明年的成长率可能会更较歹。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预计我们的经济总量 GDP 的增幅在5.2%左右。中国总理李强昨日伫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国去年经济成长率是5.2%，甲中国统计局隔长工公布的数据符合。虽然保调去年初所设定的目标5%，也毋过伫继续的通缩压力，甲房地产危机犹原无缓解的情况，今年甲明年无啥乐观。路透社上新的调查显示，中国今年的成长率可能减缓到4.6%，2025年进一步降到4.5%。那影响经济动力的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年末全国人口是14.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根据官方最新数据，中国去年人口成长高呈现衰退，分析认为劳动力萎缩长期来讲会对中国经济成长前途产生负面冲击。中国在2022年人口头一摆出现1960年代以来负成长，全球人口上济国家的头衔也在去年4月让予印度。专家认为人口数减弱、甲经济无好、失业率增高等因素，造成少年人较慢结婚生囝计划有关系，都算有政策奖励作用也不大。但是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去生孩子，或者是因为那些奖励去，对那些奖励它是辅助的，不是根本原因啊。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已经在2021年达到高峰，未来人口减少的状况会加做新常态。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看到一个影着生一个囝，这总统大选过后，网络顶头拢伫咧流传一寡讲选务人员伫咧做票的影片。中选会表示乱传乱讲是故意抹黑选务人员，已经甲相关的事情移送检警司法机关查办。有研究社群的这个专家表示讲，选务制作要件案件除了假口做有系统性伫咧隐藏方向以外 ，ChatGPT 传送大量的文章，想要制造台湾选举无公平言论。用软体分析观察这一年社群信息的方向，尤其是总统大选后，网络流传哪像选务做票影片，各网情转发，引起热议。中选会大动作举行记者会背后反驳，专家讲有假口做系统性的操作方向。 而且是多项操作，在台湾用中文操作网络言论，嘛用英文操作美国的民生议题，攻击美国政府。诚恳的讲，就是说，现在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比过去多更多。从这个精准行销做商业的平台，去影响人购买的欲望，到后来变成认知作战，其实跟精准行销是同一个模式，只是做 政治服务对网络流传的哪像选务做票影片，随时查有机关分析影片有跳接的处理，不是连续的画面，是用间接的手法，要制造台湾选举不公的方向。公民团体建议新政府针对网络乱象，是不是要做一定的规范管理？看不过去的人在那揭弊的话，他必定是人事时地物俱全的。凡没有这些，使得你难以查证的，那我们的判断就是，他并不是要揭弊，而是要塑造一种民主很烂，要塑造一种这个投票不公，他是利用这个民主的制度在打击民主。 常常看到这个最常遇见的状况，就是我们境外的势力是借由台湾的言论自由民主来打击我们的言论自由民主啦。所以我觉得这一条线的拿捏，真的必须要在第11届的国会好好来做一些思考。面对 AI 的冲击，都已经强调 ChatGPT 真简单就会当生成有说服力的文章，大量散布，制作无共阵营的对立，一定要细腻分别。 中选会嘛针对乱讲选务做票，也是挑工做选务人员造成社会对立的案件，移送司法单位查办救济。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和民众党伫大选进前表态支持核电，选举了后，这两党的立委席次加起来，伫咧国会有过半，敢会合作来推动修法，或是电枪继续碰咧。昨台电伫记者会顶头表示，会遵守国会决定。不过，北海华反核团体继续坚持反对核电的这个立场。另外，核三枪是伫咧恒春，店长讲有7%的民意支持伫安全的前提之下，互核电枪继续碰。 民进党伫总统大选选赢，但是失去伫国会席次过半的优势。敢互飞核家园未阁是未当改变的铁帮吗？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文生16伫年尾的记者会讲，针对核电会甲资料准备好，向新国会来报告，嘛尊重国会的决定。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台电是公营事业，台电会follow政府跟国会的决定。 核电厂的延役上万爱伫执照到期进前5年提出申请，核3-1号机的运转执照今年7月到期，根本就未付申请。想要改套都要修正核子反应器实施运转执照的申请审核办法。若是选前拢表态支持核电的国民党和民众党，伫国会联手修法并无困难。对这为核3厂的恒春店，店长讲伫安全前提之下，多数民意是支持延役。我们一定是赞成延役的啦。 乡亲们也大概都是这样，有7-8成以上都赞成。北海华反核行动联盟同款是中心反核的立场。执行长郭庆林讲，选情是接待过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等人，呼吁卖提欠电照顾核电厂延役的借口。用确定为借口，实际就是永和。如果这样的话，他等着被退去暖。 若想要延役修法只是第一关，假使顺利修法通过，搁进行一大堆安全审查，需要偌济时间是真歹预估。必须要提出老化的管理跟老化管理方案，以及安全强化措施等，送到核安会来审查，确认机组的状况可以符合持续安全运转的要求。除了安全关卡已经停机的核二厂，搁需要新北市政府通过相关计划审查，才有可能启用大式的收矿场，把矿伫路心用过的核燃料棒提出来。这件代志，台电和新北市政府已经伫法庭互相控诉，核电延役有真侪关卡，就看新国会新气象，落尾敢会去选含非核家园连岛边的迄个方向。记者综合报道。
气象署今表示，这个月之一，也就是这个礼拜开始，是入冬了后上介强的寒流要到位啊，温度会一直落，上冷的时间点可能是伫咧23、24这2天。中部以北有机会落到6度，全台湾拢无到10度，且民众含冷气面拢爱提早准备。最近天气变化大，12早起天气回温，也过28日个别变天，转为湿冷的天气，尤其是礼拜日，入冬上强的寒流会到，气温会一路降。气象署预估上冷的时间点落伫23、24，中部以北降到6度，全台会比10度较低。后礼拜一、拜二，北部山区也有机会落雪，中南部大约2500至3000公尺的山区也有机会落雪。预计在下周一晚上，22号下周一晚上，北台湾的高山就可能开始会出现降雪的情形。预计在下周2到下周3这段期间，降雪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气象专家平启明强调，这波冷空气目前看来是入冬来高达上强的一波，有机会挑战这摆入冬上低温的记录。东亚呢有一波寒潮大爆发了。从大概礼拜天开始就降温7到9度左右，整个北部啊，那整个空旷地区呢，由于有辐射冷却，减个3、4度，也就是说4到5度都非常有一个机会可能会发生。平启明强调，这波寒流的低温，民众应该真有感觉，要注意长辈甲囡仔爱穿较少的。那气象署也表示，这段期间天气先湿后打，连续寒6天，呼吁农渔民作业做好航海预防。记者综合报道。恁心目中的台湾敢有好佚佗咧？这台湾人爱去日本观光，不过日本人来台湾的人数去年只有94万人次。台铁有打算要引进有眠床的列车吸引观光客，有旅行社也是认为讲，台湾爱大先解决的就是台湾的观光费用伤过悬，而且过无特色的这个问题。另外，观光署也有补贴，那准是日本民众办护照，他一张机票就是来台湾，买台湾的航空公司会补贴1票5000块，按算第2季开始推动。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日本的观光列车唔但是交通工具，嘛是一个景点。台铁10月和日本四国铁道旅客公司举办台铁列车的设计师对谈，促进台铁交流。疫情了后，旅游恢复，日本是台湾民众出国第1名，平均每3个人都有1个人去日本旅游。嘛造成台铁观光倒差300万人次，要安怎吸外国旅客来台湾？台铁提出办法，想要引进困坡列车。台铁明日后的设计师真支持，要火车变做移动式的旅馆。我觉得台湾其实可以慢慢的享受，然后可以停在一些已经遗忘掉的月台，停在那边出去看月光。这整个台湾的风景跟风啊，跟海的味道，其实是可以透过像移动式的旅馆。然后去重新看台湾的，欣赏另外一种可能性。区北文讲，困坡列车会当让旅客拜访台铁的站点，比如讲去台东看日出、深度探索台湾。旅行社嘛有认同，不过外国旅客认为台湾的消费观特色无遐捌，爱先解决。费用偏高，第二个我们的品质没有跟上，所以变成说在彼此之间的落差。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对，所以为什么国人会选择说，那我宁可出国而不在国内消费？原因也在这里。日本来台旅客去年存94万人次，无到疫情进前的5成。观光署今年定出200万日本客的目标，公布护照补贴。由于日本人持有护照的比例偏低，观光署将给予护照补贴。对于日本人新办护照来台湾旅游，将渴望获得5000元日币的补贴。观光署讲，新办护照的日本客，若准头一张机票买台湾的航空公司，包括台湾虎航、中营、华航、商务，来台旅游会补贴5000块日票，优惠活动有计第2季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面册顶头讲，甲这华航订素食餐拢无摕到，而且事后补救的时阵，阁看人服务。有外国人摕到这商务舱的素食便当，也那另外一位中国的富人人只有2盘小菜，甲1个胖尔。华航是回应讲，迄个中国旅客是因为无伫咧期限内面完成开票，也无订特别的餐点，服务人员才有这款的应变。有民众伫咧人面册铺文讲，伊坐华航台北飞北京的航班，看到有旅客订素食的餐，煞是摕无。
会感觉真生气的是，康护员紧急处理的时阵，互中国的查某旅客2项小菜甲1粒胖，煞互外国的旅客规套商务舱完整的素食餐，互伊批评这是差别的待遇。感受一定很差，对吧？因为觉得好像说，我好像不被受重视的感觉，这样。如果可以弥补的话，应该是都要一样。我是会去要求说赔偿，如果得不到就想说那也没关系这样。我一定会据理力争啊，因为这是我的权利啊。但是最少我们是一定要公平啊，因为毕竟相对都是乘客嘛。针对网络顶流传素食餐服务的争议，华航回应讲，旅客预订特别餐，拢有按因预算的餐点来提供。调查了后，发现这个查某旅客是因为旅行社无伫期限内完成开票，重新定位的时阵无预订到特别餐。迄当阵空服员嘛以商务舱的面、青菜、沙拉甲胖等等有限的资源来运用，提供予旅客，并无差别的待遇。航空公司那边有可能是因为系统接收，或者是相关的整个地勤作业的舱单没有被列上去，或者是呢机票重新再做一些修改改定，餐食的这个记录呢可能会跑掉。记者伫中岛结果进前，联络这个破文的人，拢也无得到回应。旅游品保协会提醒，旅客若是有特殊的需求，无论是素食餐、红眼仔食食、幼囡仔用的药膏，或者是轮椅等等特别的服务，除了请旅行社事先预订以外，嘛建议旅客会当家己搁打电话去航空公司搁做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后个月特别过年啊，有一寡超商业者是上准机会推出煮便便的围炉菜色，菜市业者也希望讲这疫情过后生意变较好挂。为福部是要数也开记者会提醒民众，那准备订这煮便便的菜色，爱会记得一手之准3加这个口诀，确保食食的安全。下晡2点外，内湖区的黄昏市场头家当咧无闲准备摆档。后个月就要过年，市场业者讲，现在人买惯势改变，较罕伫到市场买菜。这摆过年是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过年，市场业者忙买起通成长。你如果算1个月来算的话，应该没有啦。也就是之前现在的人就是不会说像以前说很提早买起来啊。你啊，真贵两有加好一半，都6、7年前。即嘛就要加好1成2成无，即嘛有3成真满足啊。业者讲，现代人较接到超市款年菜，甚至是买便的，生煮食的麻烦。经济部统计，2022年12月，敢若一个月餐饮业的营业额就876亿，创下历史新高。主要是因为疫情过后，企业开始办买价，民众注文年菜等等原因。今年超市大卖场业者也看准商机，推出一年菜组合写民众。不过是有处提醒，保存年菜爱定真。要食偌济煮偌济，紧收去冰箱放啊。拢嘛甲伊掺一寡菜啊，变期待安尼啊。收货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相关的一个标示，纸箱也都有弄湿了、弄破了，就应该联络厂商，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保存期限，好，还有我们保存的方式，在冷冻、冷藏的，其实如果事先我们需要解冻的，可以提早拿出来解冻。食药署提醒民众一手二准3加1的口诀：第一，爱检查年菜的包装完整；第二，爱遵守印伫咧包装顶悬的储存方式；第三，每一种低温配送的年菜，按照业者的建议，拢有无共的加热方式。落尾也要尽量一摆食好了，避免佫烫过，影响品质也影响健康。记者阮张随谢桂林台北报道。内政部统计，台湾的出生率连续9年拢伫咧降，伫高雄市去年以下的人数也创历史新低，敢若15000多人，六都排名排第5。不过高雄去年人口总数出受增加，是县市合并12年来上界悬的，应该是这疫情过后对国外回来到台湾这人数增加的关系。台湾少子化问题愈来愈严重，为2020年开始，连续3年人口是负成长。高雄市嘛有同款问题，为108年开始，出席红婴仔各有19000多人，刷落来逐年一直减，到去年112年，红婴仔干那15805人，是历史以来上低。虽望政府一直咧杀饲囝的政策，毋过家长煞感受袂到。政府是有补助，毋过。有补，敢无补？因为即摆读书哩学费足贵，一个月爱1万块。所以一档减1万，其实这个数字是真正
算一个国安的问题啦。根据高雄市民政局资料显示，去年6都红婴仔出世人口上加生是18市，高雄市是排第5名，红婴仔是愈生愈少。不过高雄整体人口数煞增加，是12档以来上悬的。民政局表示，去年刷入人口数上侪是三明区，目前行政区人口也是红刷上侪。去年来比吼，交往年比起来，咱去年的迁出的人口数是减少的。所以，咱的人口数是唯一啊成长的。咱去年伫个人口的成长的部分，是10年以县市合并以来上悬的一道。即马各县市拢推出饲囝政策，高雄市政府今年嘛宣布，毋若提悬生育的补助，放零生育津贴的对象，产检坐车各嘛延长时间，毋望会当提悬生育率，来减轻家长的负担。记者钟义辉、顾超勇高雄报道。嘉义市的北园国小是目前市内唯一有骨的教学生证照的学校。学校内面要专工规划一个体验做餐的所在，为了要推广在地的食农教育，学校举办布条的体验课程，唔若要来感染培育台农84号的五英培朴树，也要互囡仔来认捌在地食材甲土地。江苏伫台顶向学生来分享台农82号米的知识，唔若教学生认捌这个米特殊的所在。各有学生知影这个在地的米是啥人培育出来的。我们这支82毫米是渔网培博士育种的。我们今天为了要纪念它，所以我们要种这支米。这支米有防旱还有耐病虫害的特性。台农82毫米是已经过身的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家己分所的副研究员吴英培博士在生的时育种的。家己是推广食农教育的北园国小，就利用布条瓦的体验课程。教囡仔认捌这个米的故事，嘛，互因知影一粒米8粒半的原因。咱知影82稻米是吴永培博士去发展出来。那因为这82稻米是强调环境永续，我们 SDGs 的几项指标里面，我利用这机会嘛，说明我咱这小朋友知影。参加过这个活动，我感觉足好耍，嘛足辛苦的。我会使体会农民的辛苦，甲伊种稻仔的趣味。食的饭啊，就是为迄种的迄细丛啊稻啊安尼发起来，伊安起来感觉讲，哦，迄饭爱用食完，袂使单调安尼。学校表示，台农82号是家己市培育甲推广的米，学生伫逐礼拜拢会伫学校的中昼堂食到。这个体验课程，然后幼儿园的囡仔甲4年以上的学生来参加，1年到3年的学生嘛有观察课程，希望透过食农教育的机会，让学生认捌在地食材，关心家己的土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1983年成立的中华慈爱教育院，主要是提供中等度身心障碍者社区居住和生活服务。不过，园区内面的建筑物真旧啊，已经无符合安全法规。教育院打算要起新教室大楼，目前已经完成第2工程，总工程费有关也阁差7500万，希望社会大众来甲因斗相共。医生伫洗衫间处理家己的衫裤，另外一间教室是咧教医生做饼。中华慈爱教育院照顾身心障碍者已经40多档，除了提供24点钟的照顾，嘛有日时的上课服务。但是过去上课的教室伤旧，有安全问题，教育院计划要重新起一栋大楼做教室。这栋教室大楼就是自早咧用是即个小会、小年会留来互阮用的吼，这已经超过50几年啊。啊，伊的教室吼已经老旧，啊，佫会淹水，啊，佫来伊就是公安不符合即卖的规定吼，咱敢若会使用1楼尔，吼2楼以上就袂使使用，就真正足可惜的。慈爱教育院伫去年底已经开始进行第1阶段的工程，未来新教室会有4层楼高，计共16间教室、4间多功能空间，提供将近200位身心障碍者会当上课、复健、办活动等等。即阵工程的过渡期，上课甲过暝医生敢会当先启伫共一栋大楼。主要是讲大家会使转换的空间变少啊，即马就变成讲我只能伫我的宿舍啊甲小教室内底，所以阮就需要讲有新的教室，互阮有新的空间会使用。住宿型的机构其实较好的服务是白天甲晚上是无共的空间。吼，咱想讲，咱若一般人，咱伫规工拢共一个所在，其实咱的生活心情就袂快乐。慈爱教育院表示，新教室大楼的总经费是1亿外，即阵也欠7500万，会拿起拿募款，希望会当拼伫2025年完工。伊嘛帮社会大众多帮忙，互身心障碍者有一个
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语课唔那台湾有伫法国嘅大学要开台语课哦，是咱台湾嘅老师刘典甲开嘅，伊用台语卡拉 OK 比赛、食台湾地报地戏等等嘅方式，带法国学生学台语、体验台湾文化。老师学生也成立 YouTube 频道创作影片，上个方式真活泼。这门课对2020年开课到今，但年拢真受欢迎。想袂到外国人唱桥仔，两个弄榴莲唱甲遮尔煞拍，这是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因的台语课。这门课是咱台湾老师刘典甲开的，伊互法国学生唱台语歌、学台语，嘛成立 YouTube 频道，互学生去找住伫法国的台湾人学台语和台湾文化。这门课自2020年变做正式的选修课教档，已经4档了。茶跟红贝多，在台湾。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文化的部分哦，其实因对台湾的食啦，咱的歌手啦、电影甲咱台湾常常咧讲咱影片啦，其实因拢真有兴趣。其实这嘛是一个文化，真有实力的一部分，台湾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因是渐渐知影讲台湾是啥，台湾伫倒位。刘典甲是屏东人，自细汉就讲台语，伊用台语含日常的文化体验，甲咱丰富的内涵分享，互法国人知，嘛帮助侪想要来台湾佚佗、食头路的法国学生了解台湾。下学期这门台语课，卖含台师大台文系合作，互台湾的学生来教法国的学生学台语，互相交流。有一寡学生伊是有想要做台语老师，所以伊希望伫教学的，我希望因伫即个部分呢，会当有较侪教学的经验。过来就是讲，有一点就是要互学生会当互参加的人会当，若是知影会当，而且会当亲身去体会着讲，其实台湾就是对外国人来讲吼，台语是一个对台湾足有代表性的物件。吼透过即个过程，伊嘛会当了解讲。对外国来看台湾，吼。系主任柯惠如表示，因为咱和法国时差7点钟，下学期打算用线顶的方式进行，伊将肯定刘典甲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法国学生通用文化体验的情景来学台语，嘛唔帮台湾的学生除了累积宝贵的教学经验，更较重要的是会当了解无同款的国际观点。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即马现代人要刻一粒印仔是真方便，点头拢是用电脑刻的。不过顺手工刻印仔的点头是愈来愈少。伫台南呢，就一间100年的印仔店，坚持用手工落去刻。头家烦恼讲，这传统技艺会失传，除了传予后一代，也保存真侪古早的文物。全新的印材挖过来挖过去，起头先粗批落去刻，来来回回修过哪改。就为只客人工用刻刀一笔一笔刻出独一无二的印仔。这款纯手工刻印仔的店，伫台南已经真罕见。印铺头家讲，印仔店的光景已经不比早前啊。纯手工雕刻技术嘛对咧失去，之所以变色传承，民众认为印仔对因来讲有无共意义。台湾人一世人的生活当中，印仔是一定要用得到的。那较早阮拢是用看人这个。刻印仔师傅拢是用手工豆豆啊刻的，感觉较有人情，嘛感觉有一个温度安尼啦。纯手工的当然好啊，对啊，因为做纪念性的，毋是像机械做的安尼，看起来大家拢相共。这间圣文堂印仔店伫1923年成立，传承到第3代，到今超过100档。店家保存侪日本时代印材甲印土定文物，头盖公开互大家看。那安尼，佮甲英国家族所做印仔较面留存，通互人欣赏。雕刻有落的细节，头家指出，因每一个印仔拢坚持虎头顶基本的原则。印内面有印的力量，虎头代表很有足有力，顶里尾就是铁钉，嘛是足有力。但是这个白白一画，虎头顶里尾就是涵盖，就是整个结构拢有迄力量存在。印仔有无共用途，其实早前古早式的饼类顶头就咧刻。头家讲，手工印仔是一门学问，也是技术的展现。伊嘛，互众人看到充满生命力的手工印仔，明白这项传统的技艺。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15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2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